下一位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我首先申報咧，我係香港大學嘅校董。我對於呢個項目咧係非常支持嘅，因為的而且確有好急切嘅需要啦。咁有兩方面咧，都係希望多啲了解嘅。首先第一咧，就係想多啲了解一下咧，就係話即係呢個工程本身咧，有冇一啲喺個建築上邊有啲特殊嘅一啲特別嘅需要？因為裏邊提及到咧，即係除咗一啲可能宿舍之外啦嚇，咁但係都會有啲嘅培訓嘅設施。咁呢啲培訓設施係一般嘅即係建築裏邊應該去包含啊，即係正話係喺個建築上邊其實已經係有一啲嘅建築上面已經有啲預留嘅需要咧，想同大家多啲介紹一下，好冇？咁呢個第一咧。第二咧就係即係我哋對於呢個發展本身咧，其實都有即係短中長期啦。咁今次係屬於一個中期啦。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咧，即係沙宣道啊，包括甚至成個港大嘅範圍咧，其實都係個地方係非常之緊張嘅。會唔會喺呢一個工程裏邊咧，可以係即係有更加大嘅空間，即係可以考慮就係其實會即係預留一啲嘅接口或者空間咧，係做一啲更加長期日後嘅發展？唔知呢方面有冇考慮到啦？或者係其實甚至就係喺個建築上面已經係準備埋一個更加長期嘅需要，而去起一啲相關嘅設備咧咁樣。我諗呢兩方面，唔該主席。好啊，邊位作答啊？唔該主席。首先多謝李議員嘅提問。一陣培訓嘅設施我交俾鍾沛康教授，而沙宣道個空間我一陣間會交俾陳總監。不過都可以講一句咧，其實香港大學喺個整體沙宣道嗰個發展入邊咧，都有個好長嘅計劃。其實唔係淨係沙宣道6號嘅。如果你睇埋長期計劃咧，其實之後都會仲有7號啊、21號。咁或者我先俾鍾沛康教授，然之後陳總監去補充啊。好啊，鍾教授唔該。係，好多謝主席同埋議員嘅提問嚇。嚟緊新個宿舍裏邊咧，其實係預留咗個空間嚇，一啲好似類似課室啊，一啲活動室咧，俾啲同學咧係去做一個培訓嘅嚇。咁啊，當然啦，裏邊嘅培訓可以好多唔同種類啦嚇。咁我頭先講過，譬如好似話會有一啲可能係裝一啲假人啊，一啲咁嘅房間咧，俾啲同學去學下點樣去診斷病人啦，或者去搶救病人嘅。咁我亦都舉一個例子，就係而家我哋而家呢個宿舍裏邊咧，個公共空間真係好唔足夠嘅嚇。譬如我有啲同學見到，譬如話學縫針咁樣咧，其實真係可能咧要攞個類似啲豬皮嘅東西咧喺嗰個 pantry 裏邊咧去練習嘅。咁如果第時個空間大咗嘅話咧，其實個同學嗰個學習環境當然亦都係會改善啦嚇。咁亦都係啲同學互相佢哋可能去見病人之前咧，佢哋可能係互相會學下去做一啲身體檢查嗰啲各樣嘅東西嚇。如果第時嚟緊有一個公共空間嘅話咧，其實亦都會方便佢哋嗰個學習嘅嚇。好，李議員有冇跟進？即係話咧，其實佢哋進一步嘅訓練嘅設備咧，就唔需要喺個建築上邊可能有啲好多，因為我聽你頭先所介紹啦，一路都講咗好幾次，就係其實都係一般嘅喺裏邊放一啲嘅設備，而唔係個樓宇本身。可能例如我舉個例啊，例如我講實驗室。如果有實驗室嘅話，我可能個承重啊、個樓底啊，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嘅需求。但係喺呢個建築項目裏邊，即係我喺文件亦都冇見到啦。咁就想再確認一下，即係其實就冇呢方面嘅特別需求嘅，係咪？好，係咪鍾沛康先生作答？係。副局唔該。係李議員嘅理解係正確嘅，冇一啲實驗室，只不過係一般設備擺咗啲臨床嘅培訓設施入邊。好嘅，明白，唔該。好啊。